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稳定夏牧师甲谢牧师，多谢恁的支持，啊，甲兄弟姊妹不断地为基电会的工作祈祷。特别我感受着感动，就是头拄仔恁唱迄个诗歌来纪念乌克兰遐的百姓吼。等下我嘛特别报告乌克兰的工作，互大家来知影基电会伫乌克兰遐的工作。今年阮的主题因为伫顶3拜4、拜5、拜6。阮伫即个老爷行旅举行阮全国第66周年的即个全国年会，有408个会员对全国的63个支会来，敢若马祖无来，其他金门、澎湖拢总有来就对啊吼。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伫迄个中间得到真济只的鼓励，特别阮有请男神吴议长伫所在，甲阮有2段的即个培灵的信息。今年主题是圣经建造伫即个所在，咱看到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讲，咱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遵伊来行，伫伊的面前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才亲像恁所领的教训，感谢心也较成长。有一位咱台湾的代教授叫做张文亮，伊有写一本册，最近2年前写的，叫做《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伊内底讲到即个讲道王子司布真伊的一生的即个过程，其中有写到司布真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即个人叫做 William Cuff， 因为司布真伊伫1856年呢成立一个叫做牧者的学院，即个学校呢专门咧训练一寡平信徒，正做传道去传福音。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Cuff 呢，伊是一个一个用着宋乡人来传福音的一个台弟，就是一个杜甫叫做台弟就对啦吼，台弟台语的吼。虽然伊成长伫即个伦敦无受到啥物教育，因厝真宋乡，伊讲话嘛无真顺利吼。所以但是伊是一个真敖台弟吼，台语的即个人吼。所以伫1863年呢，即个卡夫呢，伊去读即个牧者学院。就有人甲司布真问讲，像即个款人吼，无教育也无即个背景吼，为什么回来读神学院呢？司布真甲伊回答一句话，讲伊有传福音的心志，有引带人归主的热诚，伫迄个所在，伊愿意服侍上帝，伊就会当来即个所在读册。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到1866年，即个卡夫呢，伊对着神学院毕业了后，伊到修迪奇迄个所在开始牧会。虽然伊教会所在是真宋乡的一个社区，但是伊每一个月拢有一届的机会，伫即个教会头前来做露天的报道会。报道会当伊开始的时阵，伊就摕一块足大块的牛肉吼，伫迄个所在开始呢，用伊的牛肉倒伫抬，一面抬，就一面切，就一面讲道，一面讲道安尼。所以人看着讲伊真牛吼。即个倒啊抬落吼真准，会当甲你肉剁了真水安尼吼。所以真侪人伫迄个所在讲吼，因为你吼，你常常咧练啊，所以你知影安怎掠调即个所在，抬了真准啊。伊讲吼，咱都爱徛咧伫稳，双骹徛咧伫稳，亲像伫咱的信仰的道路顶悬共款，你徛咧伫稳，伫基督耶稣的磐石顶悬，就会当面对任何的挑战伫个所在。所以有人讲你因为真修炼啊。所以，但是讲，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真理的道路顶悬共款，咱需要操练，更较深的体会主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司布真讲咱是软弱，咱是软弱的，就亲像第一代初代耶稣的门徒，伊嘛是软弱。咱看到初代这耶稣的门徒，因无学识通去夸口，共款咱嘛无学识通夸口，因嘛无财富通去夸口，咱嘛共款无财富。但是因是插根定根伫主的话顶悬，因是定根伫主的话顶悬，所以靠着听主，因就会当出去传福音，伫迄个所在，得到真好的果效。希望毋对，兄弟姊妹，咱看到哥罗西书伫这个所在 ，sorry， 对不起，伫这个所在哥罗西书伊伫所在教导咱讲，咱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个所在讲，既然接受，就是你已经信了主，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加做你个人的救主，加做你生命的主所在。所以表示主耶稣基督伊主宰，伊管理咱一切的生活的徛起。
所以咱按照着伊的旨意去行事行人去做代志。所以咱邀请主来掌管咱的人生伫个所在。咱知伫迄个时阵，哥罗西的教会因面对着异端，面对着真侪即个诺斯底主义的即个攻击，所以因的有个人的信用伫个所在来摇晃。但是伫个所在讲啥？讲既然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就遵伊来行。虽然即摆咱看到具体的方法是啥，就是咱看到伫这所在保罗甲伊讲啥？讲恁得爱定睛来建造，得爱定睛来建造。保罗伊用两个真重要，第一个定睛就是伫咱的即个农业的用语，就是咧伫个所在来建造。迄个建造就是迄个建筑的用语伫个所在。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同款，基督徒的生命咱嘛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咱的生命部分，外口的人看袂出你迄个生命甲主的关系偌深，看袂出来，就亲像咱的迄个根同款。但是咱的外表所做出来，就是咱会当看会到的，伫主的面前的服侍，迄是咱的建造。所以伫迄个土下面的根吼，人看袂到。但是土顶悬的迄个树枝吼，是人看会到的。所以即摆咱感谢上帝恩典，互咱要怎样伫上帝面前来定睛建造，表明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伫主的内面不断的成长，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所以今日咱要对两个方面来学习这个功课。第一，咱讲到爱伫基督的内底来定睛。伫基督的内底来定睛，生根建造一定要伫基督的内面。可能你问讲，为什么咱生根建造一定要伫基督耶稣内底呢？是无毋对，因为伫圣经讲啥？保罗讲上帝本性一切丰富，拢有形有体，点伫基督的内面。所以咱看到上帝本性一切拢伫基督的内底，表示讲啥？上帝一切的丰富。嘛，伫个基督内底，所以保罗接来讲啥？讲因为咱恁伫伊内面得到丰盛，所以咱感谢上帝。咱若伫主的内面，主的迄个丰盛就伫咱的内面。当咱的根建造了以后，咱甲上帝迄个关系建立了以后，上帝伊个丰富就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咱甲上帝关系真重要。所以耶稣讲啥？讲伫迄个所在，歹势吼。哦，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我的爸是栽培人，恁是枝，你也伫我内面会当多结果子。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真简单，就是你甲基督的关系。这个关系毋是你甲别人的，这个关系是你单独的，你个人的。私密的关系，甲基督的关系伫个所在建立，所以即摆互咱搁即个知影，咱若离开了即个基，就无法度做啥物。所以伫基督内底生根建造，表明咱有深入美好的属灵的交通伫个所在。所以咱看到主要所伊是一个真好的例，主要所伊是一个真好的例，真好的榜样。咱看到伫马可福音第1章35节讲啥？伊讲第2天的透早。天还未光的时阵，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所在，伫迄个所在祈祷。什么时间？时间是迄个天还未光。什么所在？是迄个旷野的所在。咱嘛看到诗篇119篇的147节到148节讲啥？讲我趁天还未光，就来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暝家还未暗，就目睭闭关，要思想你的话语。所以咱看到伫即个所在讲啥？讲即个诗篇的作者讲啥？讲人伫天还未光，就仰望了上帝的言语；，伫暝还未暗，就思想上帝的话，表明了即个人伊甲上帝迄个关系是日暝不断的属灵的沟通，日暝不断的属灵的沟通。所以即摆咱甲上帝个人的关系真重要，所以教会牧师一直强调，咱都爱每一天有这属灵的时间。每一天爱读圣经，每一天爱祈祷，建立你个人甲教会、甲上帝的关系真重要。是无毋对？咱的信仰，当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所在，听牧师的讲道，咱伫教会参加小组，伫教会来传教团结。
这一切听道理、参加小组、参加团结，是引带咱，毋是建立咱的关系。伫这个小组、伫这个讲道，咱是引带咱去建立甲主的关系真重要。所以这个重要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有当时我们的方向搞错了，咱的方向用了唔对啊，咱可能要甲这个团结主席建立好的关系，啊，甲这个人建立好的关系，毋是。这一切是要引带你。甲上帝个人建立迄个关系真重要，所以耶利米书17章第5节到第8节这个所在有讲到，国耶和华安尼讲：我靠人血肉会绑闭，心中离弃了耶和华，迄个人有好了，因为伊必亲像沙漠的土墙，无见福禄来到，却要踮伫旷野大的地，无人徛起的坚地。我靠耶和华，以耶和华最可靠的。迄人有福了，伊要亲像栽伫水边的，伫河边十根炎热来到，伊无惧怕，叶啊也要青翠，伊要伫高大的所在，一点仔都无挂入，所以结果子结果无止，所以上帝将百姓来比如做沙漠的土墙，甲伫河边插根的树啊，所以两种是无共款的结果，一种是靠着人。血肉，靠着人的能力，靠着人伫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关系，离弃了耶和华上帝。先讲啥？这人伊就要亲像迄沙漠的土墙，伊伫个所在无看到福禄，伊伫个所在安怎无法度徛起。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啥？讲我靠耶和华的，就要亲像迄个树栽伫水边，插根伫河边，当炎热的天气来到，伊无要惊吓，因为伊叶啊共款是搭青翠的。所以，即摆旧约的上帝按照伊的百姓发出呼吁，所以咱爱思考，到底咱的生活要生活伫迄个沙漠的土墙，还是要成做栽伫水边的树？所以我想，咱爱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是不是一个扎根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扎根的人很重要？咱的人生的中间，毋是干那来到教会，有一天咱信主上帝对万人中间竞选你，叫做伊的囝儿。然后你就真欢喜讲啊，我就得到永生的救恩啦！啊，我就有一天特动啊，我一定去到天堂。毋是安尼，咱要怎样伫你的中间，伫迄个所在，伫上帝的迄个计划中间，互你伫这个教会来发挥上帝互你的恩赐。伫个所在来建立这个教会真重要。当你伫这个所在建立这个教会，就是插根伫主的内底。所以到底你的根插伫什么所在？你是不是一个插根的人、定根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定根伫什么所在？这是咱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第二个功课是啥？就是咱爱伫基督内底来建造。咱爱伫基督内底来建造，咱要如何来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呢？伫犹大书所写的书信内底，甲咱讲啥？讲亲爱兄弟啊，恁都爱徛伫至圣的真道顶悬来造就家己，伫圣灵内底祈祷。保守家己，上帝的听中间，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这个所在讲到至圣的真道，就是指着迄个圣经的教训，就是上帝的话。所以造就家己，就是造就。原文的意思就是建造艺术，造就自己就是建造的意思，建造艺术。所以现在咱看到圣经内底有哥林多这个。前书3章10节到14节的所在，讲到一个属灵工程的建造，属灵工程的建造。咱讲看到这个所在，伊讲啥？讲到咱伫上帝的恩，咱照着上帝互咱的恩，就亲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要伫别人伫顶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伫上面来建造，因为迄个人已经立好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无别项会当伫所来立根基，只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伫这个根基顶悬来建造。逐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迄个日子将到，要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个火要试验逐人的工程怎样。人要伫根基顶悬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得到赏赐。所以，同款属灵的根基，伫迄就是建造真重要。虽然爱建造甲
上帝的关系，就是你甲个人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信仰的关系，才会带抵挡迄个异端的侵蚀。有真侪这无好的这信仰的这歪歪错错这信仰的，当互咱伫这个所在时，咱会当经历迄个属灵丰盈的这个考验，真重要。所以，互咱信仰建立好势了后，咱看到圣经安怎讲，马太福音第7章讲啥？讲那两种根基，讲若听起这个话去行的，就亲像将根基起伫啥？起伫迄个建立磐石顶悬，风吹雨淋，安那伊总是徛咧伫住。但是如果听了这个话无去行，就亲像迄个厝起伫迄个山的顶悬，当风吹雨淋。这个厝就倒了真大，所以即摆互咱看见咱的信仰，这个环境中间，可能过去2年，咱拄着真侪这 COVID-19， 一个这威胁，一个这挫折，但是咱的信仰依然徛咧这住，因为咱的信心伫咱的背顶悬，咱有迄个信心伫迄所徛咧这住，所以对着咱来讲，信心是建立伫甲上帝的关系，信心是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咱看到圣经内底希伯来书有讲到真侪遮有信心的伟人，特别拿阿甲亚伯拉罕，拿阿甲亚伯拉罕。咱看到伫这个所在，圣经讲啥？讲拿因着信，既然望着上帝指示，伊袂着听从耶和华指示去起造了一只方舟。互伊伫所虽然伊无看去，伊迄还未来，但是因为伊敬畏上帝。所以安怎伊就有备了一个方舟，伊全家得救，因为安尼伊就定了迄个世代罪。所以现在即摆咱看到伊伫所在虽然有120年的时间，有一人可能甲伊挑战，讲：哎呀，你实在是少的戆的啦，根本都无洪水，无即个大水来，你靠要做即个代志咧？过去历史无，即摆嘛无啊。但是伊知影，伊敬畏上帝，伊听上帝话，伫所在来起造了即个方舟。那么看到亚伯拉罕，那伫所在。咱看到伊伫迄所在，上帝互伊75岁望上帝恩调，去开始服侍。但是我上帝甲伊讲啥？讲你去往我指示你的所在去。伊毋知影要去倒，但是伊就对着主出来伫迄所在。所以当99岁主互伊一个细囝时阵，咱看到上帝要互伊来将伊的囝来献互上帝时阵，可能伊会想讲：主啊，这毋是你伫我年老99岁，甲互我的囝吗？但是伊无挣扎，伊伫个所在决定要献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坚固的表示。所以即摆咱真重要，咱个人爱建立关系甲上帝关系，这是一个真重要。生根建造伫咱的生活中间，基督徒一生的中间，互咱知影，咱毋是干那伫这所在礼拜日做礼拜，诚做一个基督徒该奉献的奉献，诚做一个基督徒尔，毋是，咱是伫主内面怎样甲主联系？伫个所在更较深，伫个所在，互上帝来使用。基甸会过去123年来，嘛是一个真重要定根建造的一个侍奉团体。阮定根伫什么所在？定根伫迄个核心的价值，一个团体，一个企业，咱叫做啥？永续经营，永续的经营。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真重要。因要怎样去永续经营？就是因一定有因家己的核心价值伫迄个所在，所以基甸会同款有设立家己的这个核心价值，就是7大属灵目标。7大属灵目标，这个7大属灵目标，甲咱讲啊，讲我们是谁？What who we are？ 甲阮做啥物 ？What we do？ 所以即摆咱看到每一年，像阮昨拜六，阮的这个开会中间一个叫做这个会议讨论，第一条，阮就是呼吁确定所有兄弟姊妹伫今年中间，阮有愿意遵行这个7大属灵目标，伫阮的生活中间，成做一个高的标准。所以安怎，成做一个读圣经的人，成做一个祈祷的人，成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成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成做一个有慈爱心的人。阮做啥物？阮成做一个做见证的人，成做一个奉献的人。感谢上帝恩典，咱看到富强教会，恁是一个真爱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恁的主题是啥？丰盛生命活见证，委身基督传福音，
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是一个真重要，因为伫咱的一生的中间，主要怎样用你伫伊的事工的顶悬。共款基甸会伫过去的123年中间，阮讲阮是教会所伸出去的宣告的手骨，因为会员拢是对各福音教会来的兄弟的夫妇一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恩典，这会员伫全世界的201个国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引带人来入捌耶稣。只有一个目标，引带人来入捌耶稣。所以透过3个方式：第一，联合侍奉，所以会员是对各教会的兄弟夫妇来；第二，个人见证。阮对明年开始有一个真重要的计划，就是叫做 conversation， 就是讲对话。我希望更加深来训练会员的个人的传福音，然后要怎样来影响其他的这基督徒会当来传福音，互咱台湾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岛，真重要。所以基甸会每一本的圣经后壁有一个上帝救恩的计划。上帝请你，咱拢是罪人，现在是得救的时阵。所以伫迄个所在，我明年要对着这来开始训练插根伫迄个个人传福音的顶悬。我会记得我每一年的暑假，我拢去美国的所在，有一年我拢会去负责募款的参会，我去做讲员。有一年呢，我讲了以后，我坐落来看到倒顶有3本的迄个军人迷彩装的迄个圣经啦，迷彩装的圣经所以我就摕一本我就下伫我的裤袋底，我就做一个真简单的祈祷，讲主啊，我阁有10天伫美国，我要用这本圣经用着一个美国军人来传福音。伫美国要看到军人伫街仔顶真困难呢。但是过2天我对迄个 Nashville 要去San Jose，所以我就坐飞机伫迄个 Salt Lake City 伫迄个盐湖城转机啦。所以我等我转机坐落来了以后看到3个军人走进机舱。其中一个美国女兵坐伫我边感谢上帝恩典，互伊坐我边我当用着传福音。我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Jim Liu。我就甲伊讲了以后，我就对我的裤袋底摕了一本迷彩装的圣经我讲上帝今仔日准备一个真大的礼物要互你，哇！伊惊一跳，怎么跟我这个服装一样的颜色安尼所以我的时阵就甲伊分享这个圣经头前迄个疑难的帮助。我讲你也有苦难，你也有这个信心失落。会当读什么所在，我就现互伊看。了以后，我来讲上帝伫你的心上有一个计划，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伫后壁，所以我就甲分后壁现互伊看。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伫迄个飞机顶会当遇到伊来传福音。其实上帝真奇妙，你只要有备上帝就甲你准备。所以甲我做伙飞迄个执行长是负责东欧、苏联甲乌克兰的迄个一个执行长。伊讲伊的一生中间毋捌读过苏联文的圣经伫伊裤袋底迄天读一本真奇妙，对 Nashville 飞到 Salt Lake City 伊的边仔坐一个讲苏联文的小姐，所以伊讲我要用那个很破的苏联文跟他传福音。所以感谢上帝，上帝给咱这个机会，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互咱基甸会鼓励会员、训练会员来个人传福音。不但安尼，阮伫学校、旅馆、监狱、军中、警察。伫个所在来扩大井上圣经，所以感谢上帝，阮伫昨暝，阮伫这个新营的这个大拿的迄个510旅阮昨暝有一个新兵训练中心，有450个新兵，所以阮派讲员去部队演讲，送450本的圣经，伫昨暝7点到8点半。所以上帝恩典，全台湾有11个新兵训练中心。所以每一年，这新兵训练中心会甲因的接兵计划来互基甸会。所以基甸会按照这新兵训练中心的接兵计划，新兵入来的第2礼拜，阮就派讲员进到部队来演讲，来送圣经互这新兵。所以一年，阮差不多有300间的部队，300个部队邀请基甸会去演讲，送差不多9万本的迷彩装的圣经伫部队的所在。我上帝对咱真好。美国人嘛真欣赏呢，跟我们美国现在号称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够在部队里面公开的诵圣经，我们只能够，咱刚才那个圣经给予军中牧师军牧，然后军牧代替咱去敬上。但是感谢上帝恩典，台湾咱会当进到部队去演讲去上圣经，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一个所在。
所以基电会全世界伫今年要送5000万本的圣经。为什么送这么多？因为有真侪生命改变。兄弟们，圣经讲啥？上帝的心愿是啥？上帝的心愿是不管你一个人沉沦，愿你人人拢悔改，这是上帝的心愿。所以感谢上帝恩典。我伫5月31号对亚洲的执行长退休吼，因为我管亚洲太平洋管17年，所以我开始的时阵，我的管区吼，对巴基斯坦直直管到纽西兰，整个太平洋岛国一直到蒙古的西伯利亚边界吼，所以我管34国吼，9亿个人口，所以一年有差不多180天咧旅行了，对，拢咧旅行了。所以感谢上帝，咱看到上帝伫这个国家中间行了真侪遐奇妙的事。有一届伫印尼的苏拉瓦西，有一个少年人叫做 Yohanes Mahathiri。Yohanes 呢，伊有一天，伊带迄个庄仔头，互迄个回教激进组织攻击，所以回教遐激进的组织去攻击这个庄仔头，所以所有人拢走到迄个森林内底去密起来。但过2-3天无物件通好食。所以，这个约翰呢是少年人，甲另外2个朋友呢，要行出这个森林呢，去找一寡食的物件。所以，伫迄个行的中间，伫半路，伊看到一本册吼，细本，比这较细本安尼吼，掀开的，伫迄个涂骹的所在，伊就真好奇，就捡起来了，一看，迄个所在都掀开，伫马太福音24章的所在，伊看了，有一节，伊得到真大鼓励，讲，独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就感觉，这句话对伊来讲真鼓励。所以就很到头前第10章的时阵，看到讲，既然有人伫人的面前来认我，我必伫天父上帝来认伊。所以迄个时阵，伊就感觉真好奇，就问迄2个朋友讲：假使咱若不幸吼，去有迄个回教组织掠着吼，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无？这2个朋友无甲伊回答呢。真正过无偌久，真正用掠着。哇！迄个回教的这个激进组织的问伊讲：你们是基督徒吗？哇！迄2个讲：我们不是。哎，以后你可以走。结果伊讲：我是。就暗棍就互砍一刀，砍了一刀。又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伊讲：我是。后壁佫伫伊的脚趾片佫刺4刀。哇！真正迄个时阵吼，伊就人咱老岁人倒伫迄个森林内底。遐人一看，也总伊已经死去啊！吼，说紧走，过差不多1点外钟，有人行过迄个所在，就看到伊老岁伫个所在，就甲伊救去当地病院，所以伊得到医治，伊得到完全的医治了以后，伊知影上帝伫伊迄个得到大困难的时阵，互伊伫迄个大困难的时阵，伊透过上帝话坚固伊的信心，透过神的话坚固他的心，所以伊决志。接受上帝呼召去读新人院，伫雅加达所在来做牧师。我上帝恩典，一个受逼迫的人，几乎要互杀死的人，但是上帝却救伊的性命，互伊伫上帝面前会当真做服侍伊的人。我看到因家来啊，我的朋友，我甲伊爸爸真做伙大汉的。好，另外看到伫全世界，伫哥伦比亚的所在，有一个 Carlos Yapi， 这个 Carlos 伊8岁。就进入一个贩毒的组织，这个贩毒的组织，这个毒枭呢，讲我有3个工作要互你选：第一，你甲我运毒去国外；第二，你甲我运毒伫哥伦比亚境内帮我运毒；第三呢，你甲我去山区呢，甲我帮助遐个农民来种植遐个大麻古柯碱。所以伊就选择迄个第3条路。所以伫迄个时阵，就家己来成立一个贩毒的行业，所以看到家己变做老大，所以伊每一届呢去到山内斗底呢，伊就40个年轻的保镖对着伊吼，所以每一届伊就迄个所在，1989年开始就帮助遐个山区的遮个农民来种植迄个古柯碱。伊有一个习惯，每一天呢要出去以前呢，伊拢会伫伊的背包呢摕1本册啊2本册，暗时呢读册读了较困。有一届呢，伊袂记咧带册，忘了带书。哇！迄个时阵呢，迄个农场的女老板的女主人呢，知影讲伊无册永远困袂去所以伫个所在甲伊讲，我儿子阮囝伫迄个哥伦比亚的部队有接到一本基电会的圣经呢，无我这本送你好啦。所以迄永暗呢，伊就摕着这本的圣经，读到半暝啊。
哇，困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足欢喜，一面行路伫山内行路，一面分享讲，我昨暝伫这本圣经得到啥物款的，迄个亮光吼，甲伊分享互伊的遮的保镖听。所以呢，开始呢，逐工暗时读圣经，日时分享，互伊的保镖来听。有一天，当因去一个新的农场吼，迄个所在无路吼，所以拢是草啊，拢足长的草啊，所以摕镰刀吼，开始噗。结果这个刀吼泼了真大吼，但无小心扑到伊的骹，流血无法度袂停，流血不止，差不多要死啊！暗时因伫一个小的工寮中间吼，伊伫所在奄奄一息，咁要死啊！伫迄时阵，伊想着讲伊读圣经互耶稣呢，所以呢做着真简单的个祈祷，讲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真正主听伊的祈祷，全无过流血啊！所以第二天开始了以后，伊就真欢喜，慢慢复原了以后，伊就放弃所有一切遮的100外家的旧考前的地，然后改选250个员工，40个保镖拢成做基督徒，其中14个成做牧师。感谢上帝恩典，咱看到上帝真正恩待。伫个所在，伊伫哥伦比亚波哥大成立一个儿童基金，照顾250个迄个流浪儿、街头儿童伫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恩典，咱差不多会员教会为着乌克兰是基甸会工作，是一个 think global and act in local， 是一个全球化的眼界，但是有在地化的努力，这是真重要。所以当今年1月、2月开始乌克兰的战争的时阵，基甸会伫乌克兰有211个的分会，所以赠送差不多2000多万本的圣经伫个所在。感谢上帝恩典，所以咱看到今年的全国年会伫7月70到18，伫达拉斯的所在，阮有2个乌克兰走到罗马尼亚的会员伫个所在做见证。伊讲，阮已经伫迄个波兰、匈牙利甲罗马尼亚遮难民营送差不多100万本的乌克兰的新约圣经伫迄个难民营中间，但是无够额，因为有700万的难民对乌克兰走出来。所以伫个所在讲吼，古早可能真少人真侪人拒绝摕圣经，但是因为受到逼迫，所以真侪这伫难民营中间，因愿意接受，愿意来读圣经伫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恩典。所以阮就见到2对夫妇吼，拢是对乌克兰走伫罗马尼亚的夫妇，所以阮伫个所在就甲因见面，甲因分享。所以我7月17，我伫达拉斯的台湾教会吼做见证，我就甲伊报告讲。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阮伫3月份的时阵，阮开理讲事的决议，阮要奉献5万本的新约圣经，所以阮马上汇$66,000，186万去国际总会支持，讲阮愿意加印5万本的圣经来支持这难民来上圣经。所以阮了以后，我就做这个见证吼，伫个所在，你看这张相片吼，是2014年伫迄个克里米亚吼的所在。当因苏联甲乌克兰咧战争的时阵，阮送真侪圣经，伫迄个军队的所在，有一个军人伫迄个战场的中间咧读圣经，互迄个 CNN 的做记者吼翕到啦。所以 CNN 的作者翕到这张了以后，就送互阮基甸会讲吼，恁送的圣经，互迄个军人伫迄个战场顶悬，伫个所在读圣经。所以感谢上帝恩典，当我伫迄个达拉斯台湾教会做见证了以后，有一个生理人。有一个台湾人的生理人，伊做真大生理。伊讲志恒长，我就是志恒长，你小等一下，我等下阮兜摕支票簿，我连面来。所以等伊了以后，讲我要奉献1万本的乌克兰文圣经，所以伊马上开14000块美金，42万台票，然后交互我。所以等我摕了这张支票以后，我等伊到旅馆就拄着迄个乌克兰的会员啦。我来，我话你看这张这14000块美金是要为着恁奉献的。为着你们奉献要印圣经给你们去赠送的，哇！伊足欢喜，翕一个相安尼。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上帝予咱真侪个机会。所以兄弟姊妹，基甸会的工作需要恁祈祷支持。今年要伫台湾送30万本的圣经，要伫全世界送5000万本的圣经。我就需要搁一同工，上王医师有这个同工来加入基甸会。我伫台南的所在，伫学校、病院、旅馆、家乐来送圣经，互更加侪人透过咱在地努力，会当看见上帝恩典伫咧中间。不但安尼，咱会当奉献的支持。兄弟姊妹，我甲你讲，
你的支持的钱有一部分去到其他的国家。我管过亚洲17年，你毋知影巴基斯坦真送香，尼泊尔真送香，孟加拉真送香，缅甸真送香。咱一顿饭可能$150、$3000台币食了都无去啊。但是咱看到基电会透过你支持，去年全台湾有2200万的奉献，其中1100万寄去国际总会去支持这个巴基斯坦、尼泊尔甲缅甸的上圣经，因为咱的支持，互因有会当继续不断透过上帝话来改变人的生命。兄弟们，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投资，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属灵投资。我最后做一个见证，我唔知道你的手机有这个app 无？有人举手 ，U Virgin 有举手。你敢知道 U Virgin 是安怎来 ？U Virgin 吼是一个美国的少年人，叫做 Craig Groeschel。这个 Craig Groeschel 呢，伊是读 Oklahoma University， 伊咧读大学时，伊毋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伊有一天，伫迄个校园内底有3个基甸会员伫迄个所在上圣经，所以 Craig Groeschel 伊摕到迄本，就是迄个草绿色迄本吼。所以伊摕到迄本了，上帝透过伊的话改变了 Craig Groeschel 伊的一生。所以 Craig Groeschel 当伊毕业了以后，上帝呼召伊全时间来服侍上帝，所以就去读新人院，毕业了以后去到一间教会来服侍上帝。所以伊就有一个思想，讲要怎样，互圣经真简单，会当听去，会当看去。所以就招一群教会少年人来讲，我吼有一个观念，要怎样吼，互咱的手机吼真简单咧，点吼，就当听着圣经，点，会当读圣经安尼吼。所以这群少年人就发展了有 version 的 APP 吼，伫个所在咱看到这个。所以你敢知影，这个 APP 对全世界的影响，咱看到今仔日有2774种的无共款的版本，有1863种的无共款的语言，总共全世界有5亿3100万的人来使用这个 APP。兄弟们，一本圣经去影响 Craig Groeschel 伊的生命，透过伊影响全世界5亿3000万的人。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属灵的投资。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搁一届伫上帝面前三角做伙，伫基督的内面三角建造。也因为恁的支持，互基甸会会当不断伫台湾、伫全世界继续为上帝来做工，会当看见一人因的生命来改变。搁一届代表基甸会甲大家多谢，咱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上帝，你和福建教会的年度的主题是生命活丰盛，生命活见证，为神基督传福音。所以感谢你，阮有这个传福音的心志，阮有这个负担，愿意来互人的生命改变，透过你的话。主啊，搁一届求主你保守阮，今日透过这个信息，我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定睛伫你的话顶悬，我会当甲主你建立关系，或者所在，我的生命不断会当伫主你面前，会当互主你来使用。主你也透过基甸会伫全世界的工作，会当看见主你透过你的话，不管伫乌克兰，伫全世界各所在，会当来互人的生命来改变。主愿求主你搁一届祝福，阮伫主你面前服侍，感谢祈祷奉主所叫的圣名来求，阿门。